要用盡 Insta360X6 嘅功能，就要揀呢兩支新出嘅隱形自拍棍，一支接得埋，一支充到電，佢哋分別有乜好有乜唔好？睇完你就知點揀。摺疊三腳架棍，官網叫做口袋摺疊自拍棍遙控器套餐，又係呢啲怪名。摺疊腳架自拍棍咧出到第二代啦，官方又叫佢做標準版喎。上一代舊嗰支咧就改咗名叫做輕量版，摺埋咗長度差唔多，新版摺埋長少少，好少啊，感覺唔到嘅。裝相機都係靠呢個轉盤將腳架螺絲擰落去相機嘅底度。你都可以自己加磁石塊插喺中間，但就會重少少。叫得做摺疊腳架棍，當然可以摺，同埋內置三腳架。打開咗個 footprint 唔大，唔太穩陣，自己小心啲用啊。要摺疊撳實呢個掣，解鎖咁就可以摺噶啦。你可以連埋原裝保護套用，冇問題嘅。配埋直交鏡頭保護蓋用都可以。打開自己啪一聲咧，棘實呢個掣嘅。中意嘅話，其實可以發部相機出嚟嘅。發得多鬆咗唔關我事，當然有得拉出嚟啦。新舊版摺疊腳架棍比較，你見到右手邊嘅新版長咗唔少啊。舊版58cm 長，拉直自拍效果係咁樣。新版有87cm 長，拉直自拍嘅效果明顯歪好多。就係因為長咗呢個原因，都已經足夠你買新版啦。吊住好似眼罩呢嚿嘢咧，俾你保護住鏡頭噶，咁樣包住佢之後咧，就咁樣索緊，貼翻個魔術貼。咁就得噶啦，保護性冇保護套或者保護蓋咁好，唔粗用都 OK 嘅。因為 X6 機身短咗咧，你見到佢短過支棍唔少啊。影相嗰陣除出嚟嘅保護套咧，可以當手腕帶，仲可以拉緊佢，咁啊變咗安全性啦。記住買連埋呢個叫智慧搖桿遙控器嘅版本，因為有佢先用得盡 X6 嘅新功能。睇下點樣？撳下快門掣，開始錄影；撳多下快門，停止錄影。個 C 掣用嚟切換拍攝模式，而家係 Instaframe 2.0，撳一下轉做平面錄影，撳多一下變做360度影相，撳多下就變做360度錄影，再撳多下就去返 Instaframe 2.0。我覺得呢度有啲慢，可唔可以 skip 咗唔去模式列表，直接入去模式嗰度呢？用 Instaframe 2.0模式配合佢，有好多控制可以做到。用支 joystick 響360畫面取景，左右上下 double click C 掣，將個 joystick 轉做改變變焦。而家向上推咧就 zoom in， 向下拉就 zoom out， 仲可以撳實佢慢慢 zoom in 咁嘅。如果360取景去到唔知去咗邊咧 ，double click 嘅 joystick 咧就會去翻中間，撳3下支 joystick 1、2、3就會轉鏡頭。Hello， 有人喺畫面嗰陣撳下 joystick 粒掣，就會啟動智慧跟蹤，見到跟住我。遙控器上面盞燈都會變成綠色，撳多一下就會取消跟蹤啦。佢仲有更多功能可以做嘅。全景錄影模式拍緊片嗰陣咧，撳 C 掣咧就會做一個標記，方便你之後剪片用嘅。亦可以喺設定更改拍緊片嗰陣嘅 C 掣有乜用，例如我改做啟用運鏡，仲可以揀用邊一個運鏡添。我改做全面啟用運鏡。呢個時候用 Instaframe 2.0模式拍緊片嗰陣，只要撳一個 C 掣，佢就會做呢一個全面啟用運鏡啦。全景拍片模式唔知換運鏡嘅，呢個時候撳 C 掣咧，佢淨會幫你落標記嘅啫。平面拍片模式都係一樣，撳 C 掣咧，淨係會幫你做標記。只要主機開咗藍牙叫醒功能，開咗個遙控器，就會開埋部機。閂咗遙控器，佢就會自己識得閂埋部機。閂機嘅情況，撳兩下快門掣1、2。佢就會直接啟動快速錄影啦。遙控器係可以拆落嚟嘅，用磁力固定。跟埋呢啲配件係方便你將個遙控器咧掛喺其他自拍棍上面嘅。咁睇下清楚啲啦，用呢個橡筋綁住佢，跟多條大橡筋，俾你綁喺粗好多嘅3米隱形自拍棍上面。而家連接藍牙遙控器嘅速度快咗好多好多。撳。基本上你一打開個遙控咧就連到噶啦，比起前幾代好咗唔少。咁新舊遙控器同埋新舊相機嘅兼容性又點呢？有雲台搖桿呢個遙控咧係唔支援 X5 嘅，連到，但係淨係可以撳個 C 掣咧去轉模式，用唔到其他功能啊。將來會唔會透過軟件更新去支援舊機呢？咁我就唔知啦，大家拭目以待啦。尺寸同舊版遙控器一模一樣，呢個係新版，呢隻係舊版。所以如果你唔想買新棍，想用翻舊嗰支棍，可以淨買新呢個遙控器係可以放到落去嘅。舊版遙控都可以放入新棍上邊，舊版迷你遙控都支援 X6 嘅喎，幾好幾好。不過新棍拉長咗長咁多，冇理由唔升級嘅。用落有乜唔就手？支 joystick 咧十字掣嚟嘅啫，淨係可以左右上下，冇得斜上斜下嘅。同埋我發現喐支 joystick 嗰陣好容易揩到撳到中間粒掣，搞亂咗啲嘢。好多人中意用嘅背包夾又用唔用到？佢係夾到磁性自拍棍背包夾一齊用嘅，但係個樣有啲核突，特別係接起咗好戇居，因為佢好粗，就咁咧係放唔入新版自拍棍背包夾嘅。但你可以留翻拉出嚟最粗嗰一截，咁樣用
就冇問題啦。但你睇下個樣都係好戇居嘅，人哋俾你接得就接啦，拉出嚟差唔多有1米長，有腳架，有得接埋，仲有個好多功能嘅遙控器。之前講過佢基本上係買 X6必買嘅配件，但下一支自拍棍又有佢自己獨特之處喎。如果呢啲影片幫到你，下次買嘢記得用我喺 Insta360官網嘅專用鏈接去支持我，多謝。我哋繼續充電遙控自拍棍。新版呢支充電自拍棍咧做工幾好，大量包防滑軟膠嘅位置，可以拉長，身長到1米，比起摺疊棍長5cm，個底仲有螺絲窿俾你連接嘅㗎，仲係加強設計。佢哋話可以咁樣做電單車延伸棍，USB-C 充電頭咧就喺呢度，最高支援20W快充輸入，裏邊有電池，對啱金屬點就可以充電，唔需要插線。內置4800mAh 電池，足夠比 X6影多1倍時間再多啲啲。佢仲係快拆設計，咁樣卡落去就可以幫部 X6 充電，提供最高18W嘅快充輸出嘅。個快拆可以鎖埋，見到橙色咧就鎖咗，撳呢兩個掣就唔會甩部機。其實佢哋好耐之前都出過一支充電棍，外觀同舊版有啲似，但舊版要用線，呢條線仲要係專用嘅，唔見咗配唔翻。新版用金屬接觸點直接充電，舊版啲遙控掣咧都 support 唔到 X6 嘅，同埋佢嘅充電功率比較慢，僅夠叫做幫 X6 做慢充。睇下新版呢支棍啲掣有咩用？手柄上面有3個掣，遙控開機、遙控錄影、停錄、轉模式都攔唔到佢。拍緊片嗰陣都可以撳佢嚟加標籤嘅。用咗幾個禮拜，有啲嘢要分享。但係支充電棍上面嗰個快門遙控掣成日撳都冇反應，好多時都要撳2次，好煩啊！呢次去完行山之後再試多幾日，係咪真係成日撳唔到？我覺得大約有1成時間係撳唔中嘅。透過上邊呢層軟膠係 feel 到底下個掣嘅，但唔係每一次都撳得正，撳唔正咧就冇反應啦。戴翻個頭盔先，我呢支係 Media Sample， 連賣街版嘅包裝都冇。另外一個感受係，想用支棍但唔想充電嘅話咧，就撳實呢個 C 掣一陣。1、2，咁你就見到啲充電棍咧就唔會充電啦。你斷開咗充電之後，你一想用遙控快門撳一下，佢就會即刻連翻線，之後就會即刻幫佢充翻電啊！代表你要用呢啲遙控掣咧，就一定要為佢充電，唔可以唔充電嘅期間用呢啲遙控掣去遙控佢。用完遙控影完熄機，如果你唔撳實個 C 掣2秒，佢就會繼續為部機充電嘅。如果你有用 AI 導演，就要注意埋呢樣嘢。我知點解咧，我教咗充電嗰時咧，先會執片，佢都會出現啦。因為呢一支咧充電棍咧，長期會幫佢充電，所以佢長期幫你執片。唔係個個都想喺出邊用電去剪片嘅，唔想咁樣每次熄完機之後都要撳實個 C 掣2秒，咁佢就會停止充電。講佢個王牌好處之前，再發多陣牢騷先。有一樣嘢我好唔中意，原來咧唔可以就咁篤入去嘅喎，你睇下篤唔到㗎，卡唔緊嘅，一定要用2隻手指撳住側邊呢2個掣，撳落去收起兩邊嘅爪牙，就可以咁樣放部相機上去。就會鎖緊啦，仲未講完啦。另外一樣唔爽嘅就係一定要咁樣放，你調翻轉咁樣放呢，佢係連接唔到、充唔到電、遙控唔到㗎。講到好似好差咁，我會唔會繼續用佢？會，因為有充電棍，部 X6 裏邊呢唔使電㗎啦，分咗嚿電出嚟，得啦，部機即刻輕咗。之後連接翻充電棍，等一陣。開機咁樣咧，機身裏邊唔需要用電，淨係靠支棍嘅電去拍片啦。掹走相機嚿電之後，揸住影真係舒服好多好多。特別係影得耐嗰陣，分別都幾大嘅。掹走咗相機嚿電咧，而家個電池重量就放咗喺支自拍棍上邊啦。明顯感覺上舒服好多，因為個重量放咗喺個手柄位，即係喺下邊，上面冇咁重咧。揸上手舒服好多啦，特別係將支自拍棍咁樣打橫咧，水平咁揸住，明顯感覺到負擔係低咗嘅。可惜佢唔防水，如果唔係咧，影 snowboard 嗰陣用就啱晒啦。不過就算用到，佢嚿電都未必啱滑雪嘅氣溫用啦。講下我揾到嘅一個 bug，機身裏邊有電池，影120MP 嘅相，撳影到 save 冇問題。掹走咗機身嘅電池，一樣影120MP 相片，影完 save 輕機啦，熄咗機。自己重新開過，見到啊？開緊，開完啦。佢係 save 唔到嗰張相嘅。當時我係喺山頂發現呢個 bug 嘅。用充電遙控棍自拍影相，影，見到熄咗機，之後自己再開翻，相係影唔到嘅，應該係有 bug。轉做30MP 相，撳影 save。
冇問題，仲 save 得好快添。講多次，我呢支係連賣街包裝都冇嘅 media sample， 佢未必等於賣街版啊。我覺得呢個 bug 好容易透過軟件更新解決㗎啦，除非唔係。又講下背包夾，因為用快拆設計冇螺絲，唔支援磁性自拍棍背包夾，因為佢本身太粗，都放唔入新版呢個 C 型背包夾嘅。你要夾硬嚟嘅，拉出啲，中間總有一截得嘅，但係十分戇居，令到 X6 可以影多1倍多啲嘅時間，有快充，又可以掹走埋機身嚿電池，令揸得更加舒服。固定喺單車或者係電單車嗰度嗰陣，個頭又輕啲。呢支新嘅充電棍咧，比起舊版好咗唔少啊。個人認為要輕便，用得到 Instaframe 2.0 模式嘅話，就揀摺疊棍。要揸住好耐拍長片嘅人，咪揀充電棍咯。咁呢度可以睇翻 X6 嘅評測。我係 Anika，下次見，拜拜。